今天是2005年1月15号，上文课是第22次，看到第25页，前头都复习一下。拿打挨科摸缺开空底提哈给呀给马给底单提着记起细苏记扛金扎土，它那个鸡扎呢，前边那个后边那个前边是一个啊，前边那个呢没有后加字，就是直接挨着元音一，所以有时候他就把那个一跟后边那个啊变成 n， 就鸡变成金扎。那个周老师，我发现他那个后边读句子的时候，有时候读金扎。翻过来，认真再次啊，这就该句子了。给军七热度穷的，迷茫包了，可我给错儿，人保切人都着，特别样可约切了，有这样可约加热，谢扎索。这个加热呢，说一下，行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个行字儿就是觉吧哈，觉吧戒吧，他们这呢，他那个是两个词儿，那个觉吧跟这个字的那个就是后边那后加字不一样，那个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行那个后边是个塔，这个后边是个然，这是两个字。他们那个现在时跟过去时、未来时的变化形式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时带哪弱，未来时跟过去时都一样，都不带哪弱。假日呢是这个这儿用的是未来时，它过去时也是这个样子。它的这个就是现在时呢就加一个哪弱就完了。它的那个主要意思呢是配置组合，就是配置组合制造的意思。这个也有这个行的意思，就跟那个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行的意思一样，就是行为加行修行也有这个意思。在这儿呢，主要就是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提供，就是这个配比制造，提供。咱们再把这个句子读一遍啊。给军七热度穷的，迷茫包了，可我给错儿，人保切人都着，特别样，可越切了，有这样，可越加热，谢扎索。下边一句，那可越称西干，给包了确实，那可越称西干，给包了确实。好，这两句就复习完了，下边就开始讲新的句子。咱们今天看看能不能讲完这一章啊？试试有这种可能性。第三句，现在呢，它主要是练习这个指代词，就是指示代词用法呢，比较简单，语法比较简单，所以主要就是理解句子意思，来体会句子这个它的那个含义。看下边啊，第三句，内闲习度，内就是名词，就是住处，就是地方，它那个动词主要的意思就是居住或者待在哪儿，名词就是说指他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地方。闲是另外的，这个词咱们学过没有？闲马音啊，闲马音，对，闲就是另外的其他的，习是不定指代词，就是某一个，都是余格，就是那个叫这个地点余格，在什么地方。它这个
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主词，就是地方，都是在某一个地方。这个那呢加了一个形容词，什么形容词呢？就是闲隙，就是另外的某一个地方，在另外的某一个地方，这就是它的这个句子结构。这是一个下边啊，在另外的某一个地方，它这个习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是不是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哪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上边那个句子不是说这两个句子是那个大概是挨得比较近的，上边那个句子说那个人要跟他去见国王，他说不行，他说那你就给我把那口气烧给国王吧，他说好，他就走呢，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不定指，就是说反正是不是上边那个地方了，是换了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注意下边啊，哪穷嘛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名词，意思呢就是这个少女这个年轻妇女，就是它这个少女的那个范围比较广泛。具体这个它的这个每个字的意思呢，拿咱们前都学过，什么地点余格呀、时间余格呀，还有如果、假设、假若，有那些意思，那是用这个虚词的意思。它还有一个实词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指年龄，拿就是指年龄，岁数。拿是指年龄，然后后边这个穷妈呢，穷是小，亲包是大，穷是小。麻呢，穷麻是这个一般呢就是做名词尾，有时候带有阴性，就带有这个就是男女属性的。这个地方呢，穷妈就是要是看它字义呢，就是说小，这个比较小的女性哈，实际上它是妻子，就是这个老婆的那个词儿。穷妈就是妻子、妻妾啊。这个哪穷嘛，这是又是一个这三个字合起来又是一个词儿。年龄上啊，这个加上这个就是一个叫少女，包括年轻妇女。这个后边啊，接着驯怒西给，这个按读法呢，驯怒应该读平声，但是周老师他们什么都读那个就是驯怒。这个平常听别人读也是驯怒，他们反正你就这自己慢慢去体会他这个读。一会儿咱们听那个喇嘛读心经，你也还可以听到很多这个藏人那个找到喇嘛读心经了。原来在咱们那个藏文学习那个网页上啊，他放了好几套那个拼音教材，其中有一套林冲安这个的拼音教材里头啊，既有心经的那个照相的那个，他还打印的挺好，是德国版的。然后呢，还有心经这个喇嘛读心经，一会儿咱们休息的时候放。就是慢慢多熟悉语言呐，有时候不讲道理了，你就得听人家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来。驯怒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驯怒就是年轻人，形容词就是年轻的，这个新鲜的、嫩的。这个名词呢就是年轻人，少年。这个少年也是比较广，少年就是除了童年，除了这个其实包括青少年应该是，像那个文殊菩萨呀，那个就是乳童哈，就是那个说文殊菩萨老是16岁这个少年的那个样子哈，乳童，就是这个驯怒，就是青少年，驯怒年轻人，习是又是一个不定指代词，某一个给它做后边句子的主语。注意这个整个这句话，不是整个这刚才这一段什么呢？哪穷嘛是一个年轻妇女，驯怒就是一个年轻的年轻妇女，这是形容词了。某一个年轻的年轻妇女，由她做主语。再看后边啊，通是看见，通不但看而且看见了，通。这个通。一定注意这个他谁是主语，你像他这个给这个年轻妇女加那个 key， 这一定他是主语，是他看见，所以你不要用那个就是你想象的逻辑关系去找那个就是主语。这个年轻妇女看见之后，哪也是之后，在另外某一个地方，一个年轻的妇女呢看见了之后，
显然是看见什么呀？看见这个要到国王去那儿去这国王那儿的这个人，看这个人成了宾语，不是他是主语了，是那个年轻妇女是主语。年轻妇女看见之后，注意下边啊，阿玛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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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是早，就是原先的早一些的前边的，妈就是一个这个名词尾，阿妈就是原先的前边的，哎，就是前边的。辛度就是像那样，咱们前边学过，哎，像那样。辛是脸嘛，这个辛度成了一个这个就是状语吧，就是像什么样子，像什么样，就像它前边那样。黑辛度就是像那个样子。现在是阿玛辛度，阿玛辛度呢就是这个像前边那个样子。是像前边那个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前边那个人，就是也是跟他说你什么见国王我也要去，他说不行，然后说那你就给我也带个口信吧，就说像前边那个人，像前边那样，哎，然后啊，阔灭陈样，阔灭陈样，阔摩是我是女性的我，加开古仪是我的，陈是那个信息口信音讯。我的口信儿，哎，我的口信儿，就是羊就是也，说这个，我的口信儿也干什么呢？徐习，哎，咱们这个徐前边学过，不带仨的那个徐呢是这个米拉日巴的弟子们商量说，为了这个众生啊，一定需要向尊者呀，就是要求他给讲一讲他的这个传记。这个，所以这个求啊，你就记住它是什么意思呢？主要的意思是这个请求、报告这么两个意思。哎，一个是请求，一个是向他报告情况。请求就是有所要求了，一个是报告，这是一个敬语。这个就是一般向比较尊敬的人提出什么要求，或者向他报告什么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融化。那个就是那个食物不消化会变成毒，毒药知道了也会变成药，那个里头不消化用那个就是修。现在这个修加个仨是什么呢？就是成了过去时，哎，就是用的是过去时。修在这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请求。这个最后这个系呢，跟那个不定指代词里头那个记习系是这个形式完全一样的。我上次说这个是这个命令式，不是，它是一个语气词，是什么语气词呢？就是祈请语气词，或者叫命令式的语气词，这个或者叫这个祈请式的语气词，就是什么呢？在句子最后加上这个东西啊，加上记、习、系，这三个东西是一个字，看前边的那个后加最后一个字母是什么，来决定用哪个，来决定跟哪个。句子最后加上它就代表什么呢？这个句子是一个祈使句，就是或者是请求别人做什么，或者是命令别人做什么，就是祈请句、祈使句。这个地方呢，就是祈请语气词。这个地方是请求他。咱们来看这个刚才这一行啊，说阿玛辛度，就是说像前边那样，就像前头那个人一样。经过那么一番这个交流讨论，最后他就说呀。我的口信儿也，注意啊，这个地方注意啊，我的口信儿也呢，这个取什么意思呢？取报告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口信儿啊，你也报告给国王，哎，它不是请求的意思了，就是你也向国王给报告一下，你也向国王给说一下，系就是请的意思，请你把我的这个口信儿呢也向国王报告一下，哎，这整个句子的意思就出来了。咱们来读一读啊，整个咱们也过一遍的意思。那贤细读就是在另外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妇女看见了这个要到国王那儿去的这个人，看见之后呢，像前边那个人一样，他也说呢，说请你最后一个戏就是请也杨把我的口信儿报告了吧，就是带给国王吧，咱们来读一下啊，内贤细读，那穷嘛寻怒西给，
那穷嘛驯鹿是给，那穷嘛驯鹿是给，那穷嘛驯鹿是给，通呢，通呢，阿妈行度，阿妈驯鹿，阿妈行度，阿妈驯鹿，可灭尘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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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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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句子完了，咱们下边说人称代词的数和名词基本相同，不加词尾时表单数，加词尾nam错，哎，表这个复数，就是两个以上。可以加ni表双数，ni是2，你是1、2、3的2，哎，可以加ni表双数，比如说俺你，哎，就是我们俩，俺你，俺你，哎，我们俩，开你，开你，哎，你们俩，或者是您俩。呵呵，下边一个空你，空你，哎，他俩还可以加词尾架表示复数。这个架记住，这个架就是表示复数，就是门的意思。你比如说第一个是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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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们，哎，跟我们这个汉语的大家很相似，好记。哎，客架，客架，这个按道理，这个要是读双音词，这个客就不能读去声了，就是客架，客架，哎，你们，扩架，扩架，他们，哎，这个架好记，我们架就是我们，他们架就是他们，这个然后说名词代词的格跟那个人称代词的格跟名词相同，因为它那个跟名词啊叫同位语代词，你想是不是啊？就是他们俩的那个位置起的作用、词性什么完全是相等的，就等于说一个位置放俩词，它俩是并列的，哎，所以它那个变化都跟它一样的。人称代词可以跟名词组成这后边讲了同位词组。同位词组就是说他们俩这合起来起一个作用，在句中做同一成分，二者前后可以颠倒，就是人称代词也可以在这个它带的东西前边，也可以在它后边。咱们看它这个用法啊，在前在后的用法。下边一句，我吹松带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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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擦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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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吹松带簪是一个人名啊，他这翻的叫赤松德赞。这个吹松带簪，也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就是扩大单词量了，也大概说一下。吹咱们学过，这个吹啊，一个意思是座，就是那个座位，床座，哎，古代床座不分的啊，就是床座。再一个呢，就是百千万的万，它主要这两个意思，哎，一个是这个太师椅狮子座，哎，一个是千万的万吹。你看它这个样子像个座，这个就是你看时间看熟了呀，你就觉得它像个万，慢慢的这样培养。这个松咱们前边也学过，松赞干布，松赞这个地方这两个字都出现了。松是什么呢？直，就是跟弯曲相对的那个直，哎，直。动词就是把它拉直了，抻直了。这个地方呢，用在名字里头就代表那个正直的意思，这个人很正直，哎。这个是那个是一个这个，它这是我查了一下字典，它有烤热晒暖的意思，这个簪是咱们说过，一个是好像是严厉，一个是妖怪，两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就取它严厉，比如说这个人呢，很那个就是正直公正，很那个严厉，很那个就是厉害啊，反正就是取它好的方面。吹松带簪，这是这个顺便把这个词的意思增强一下啊。我吹松带簪就是一个同位词组，就是我是我，吹松带簪是我的名字，我吹松带簪，我赤松德赞，就是这两个呢同位，都是主语，哎，位置相同，变化相同，这就叫同位语，是代词在前头，名词在后边，后边就是寅是谓语，我赤松德赞是什么呢？宾语在这个谓语的前边，嗲擦。咱们说过，嗲是那个印章、图章，这个地方，国家、地区，哎，这个擦呢，擦是刺，咱们一开始就学了刺疼、热，哎，两个意思。
这个地方再增加一个意思，子孙，擦擦子孙，热乎了，就成子孙了。嘎擦呢是这个。这个嘎擦呢是这个擦包好像是侄子，孙子，我看字典上啊，嘎擦它是翻的是外甥，这个，我还查到一个意思，它带有混血的意思。他这个赤松代赞啊是汉人的外甥，是汉人的，这是他这个就从意识上，就是他母亲应该是汉人，是吧？哎。他是汉人的外甥，对，这个意思。嘎擦这个地方就是翻的外甥。这个句子咱们来读一下啊。我吹松代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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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擦音，嘎擦音，嘎擦音，嘎擦音。句子结构很简单，就是主语是一个两个词，是同位语，一个代词，一个名词，哎。这个是代词在前头，哎，我赤松德赞是这个汉人外甥。下边一句啊，下边一句是普却给，普却给，普却给，普却给。现在你看，它又是一个同位词组，普是儿子，却是你，地是那个加这个句格做主语加句格的。这个词组呢，就是一个普一个却。普是名词，却是指代词。这个现在呢，跟前边那个相反，就是名词在前头，指代词在后边。就是说这两个随便，那个谁在前在后都可以。这个普却什么意思呢？就是儿子你，哎，你儿子，反正就是同位，哎，就是他父母对他说的话，哎，儿子你，有点像这个咱们那个京剧里的台词哈。儿子你为娘我是怎么着？哎，都是同位词组。儿子你怎么着呢？说想我谢吧，想我谢吧，想我谢吧啦，想我谢吧啦。哎，儿子你这是主语，然后最后呢动词是啦，啦是什么呢？咱们也学过，是啦是是啦。儿子你是，就是说你是前边这么一个情况，或者说存在前边这么一个情况，或者是出现了发生了，反正现在肯定了，就是说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是这个存在的意思。现在已经存在了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已经存在了一个叫前边又一个动词谢吧，谢吧就是知道想我是舅舅，知道舅舅，哎。知道舅舅，就是说儿子你现在啊知道了舅舅，知道也有这个叫理解、领会、认识这个什么，就是所以这就翻成认识，哎，说我儿你能认识亲娘舅啊，这带翻译带点这个修饰色彩的了，直接意思就是说儿子你现在呢已经知道谁是舅舅了，哎，就这么意思。下边啊。我阿妹女生，我阿妹女生，我阿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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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我阿妹女生，我是我，阿妈是妈妈，这又是一个同位词组。我为娘啊，我当娘的，然后呢？我当娘的，这是这个主语，然后阿 Q 仪带一个这个不是主语了啊，这是这个形容词定语，定语是定谁呢？定吕 sam， 吕 sam 是什么呢？吕是身体 ，sam 是心，吕 sam 就是身心，这都学过这些词儿。说为娘我的身心，这个身心是主语，为娘我成了这个主语的这个形容词，哎，定语了。说我的身心怎么着呢？注意后边啊。买都得，这个买是什么呢？买是床，这个躺着的地方，扩展到就是住着的地方，它这床炕，反正就是睡觉的地方，有时候引申就是指睡卧具床啊、被褥啊，有时候指这个住着的地方。
实际上它代表了一个什么地方呢？代表了一个就是可以安定身心的地方，好像跟家的那个感觉一样。梅度就是在床上，在那个住的地方，在躺着的那个地方。得是这个安乐，咱们那个学过安乐，就是叫那个得弯送啊，对，就是安全的、安定的、安乐的、安定。说这个梅度得是什么呢？就是安定了，安定在什么地方呢？安定在那个床上了。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虚化的词，并不是说他真的把身心安定到床上了，就是说我的身心呢就安定在了那个应该待在的地方，就是就好像咱们汉语说呀，这回心可落了地哈，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块石头落到地上了，这就踏实了。我身心呢那个安定到那个家里头了，安定到床上了，安定到住的地方了，那就到家了啊，这个意思，把心放到肚里了，用咱们都大白话说，就是你现在认识这个舅舅了，为娘呢也就放心了，这就是有交代有依靠了，咱们来读一下这两句啊。普却给想我谢巴拉我阿妹吕森梅度得好，这个语法比较简单，就是多写一些这个单词跟句子来体会藏语的这个语言气氛就完了。下边指示代词，指示代词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这个提就是这儿那儿，就是指示这个地方的。说这个指示代词呢，说跟人称代词用法基本相同，但复数不用架而用塔，就是这个架呢，大架那个打架，盔架、弓架，只是用在人的复数上。说这个指示代词就是代表人物、事物一块儿都可以代表的呢，用塔也是这个复数的意思。咱们读一下啊，铁大不对，那个底大，就是这些，铁大就是那些，这是指下格也跟名词同，只是用法基本跟名词同。咱们看一下啊，做定语时可在中心语之前，也可在之后。注意，它这个指示代词要是跟那个前边那个人称代词不一样了，那个人称代词在前在后啊是同位关系，这个指示代词啊在这个作用就变了。你看指示代词如果在前头，咱们看到那个句子啊，提普木，这是代词在前头。注意，你看这个指示代词啊，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基本上是指前边的东西，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都是指前边的东西，不指后边的东西。你看啊，铁普木就是说那个的女儿，那个的女儿肯定不是东西了，就是那个人的女儿。他这个那个呀，是指前边的那个人，不管是忒还是敌，这个指示代词啊，它指的都是刚说过的那个东西。所以呢，它在这个前后位置一变化呀，它那个意思不一样的。忒是那个人的女儿，再看后边那个普木提，颠倒了一下，指示代词跑后边，它还是指前边那个东西，但是意思就变了，就变成那个女孩，它就是指示代词老是指它前头的那个东西，所以呢，它前后颠倒之后啊，那个意思就变了。普木提就是那个女孩，要是提普木呢，就是前边那个人的女儿，这就变了。再看后边，提给不，你看提给不就是那个人的王子，那个人的王子，那一定是那个他的儿子，一定他爹是国王了。再看后边这个给不提，你看他给不提，这个提就是指前边那个又成了那个王子，那个主语变了，注意这一点。咱们来看下边一个啊，指示代词就完了。下边讲这个指示代词的这个用法了。说提和敌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复合指代词，就是这个跟其他词
组成一个词组的这种指代词，咱们看都有什么啊？一个是那样的意思，这个前边这一共是几个呀？是4个，都是那样。咱们读一下啊，铁单儿，铁单儿，哎，这个搭是那个看了，看它也就是那样，哎，铁扎，铁扎，哎，扎是像什么，像什么，如什么，哎，铁扎像它也是那样，哎，像那样，像那样，铁脏，咱们说过2个意思，一个呢是大概，就是这个大约大概，哎，再一个意思就是仅指，你要为心为实，就叫sim zam，哎，为心。这儿呢就是取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大略吧，那个大约吧，就是那个，哎，就是那样。体心，心是脸，体心那个就是也是那样的意思，这都是常用词。下边看这是体盖，哎，盖是话，就是那样的话，这个的话不是虚词啊，咱们有一个虚词那样的话，那是虚词，这是那样的话，就是那些话，哎，上边说过的那些话，这是实词。再看后边就是整个换一个底，就是这底单儿，底扎，底脏，底心，哎，就是变成这样了。底盖是这些话，这些话是指下边的话，这些话还没说这样的话是指这个话后边的话，哎，这有这个区别。下边说指代处所人物时，比较远的用原指，比较近的用底，原指就用体。咱们翻过来28页，第一句说却给体，你看啊，你的那个，哎，你的那个，显然这个就是说，这是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说你的那个，我是近，你是远，所以就你的说那个，哎，我的就说我这儿的东西离我近的就说这个。下边那句就是说科约喇叭底，我男的啊，男的说我的喇叭是手，我的这个手，哎，这也是同位关系，喇叭跟笛是同位关系，我的这个手，我的手这个都是一个作用，哎，两个是同时表示，就是说我的这个手。你看为什么我说这个呢？我的东西离我近，所以就说这个，也可以说我的那个手，哎，我的这个手，我的那个手也可以。哎，下边一个啊，打给猜吗？打是这个我自己，这个一般这个就是强调自己的意思。我的猜吗？这个猜咱们学过，掐猜落的猜就是这个猜，这个猜呢？这个最基本含义是做一个举行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动作，最基本含义，它是一个这个做的敬语。这个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动词的含义了，咱不说了。它做名词的时候啊，它动词含义里头有一个是吃东西。动词含义有什么呀？有希望、需要、知道、贪恋，是这个讲解，它有很多。敬语就是很多这个做的动作都可以加到这个猜上边，都可以用猜代表。其中有一个是吃，所以它的名词啊可以表示食品。咱们就取这个，这儿就取这个意思，就是猜，加上那个麻是这个名词化，哎，猜麻是什么？就代表吃的那个东西，代表食品。哎，打给猜麻就是我的饭，哎，我的吃的东西。底日贵西。底是这，拉是加上的拉宾，是地点状语吧，就是语格，就是在什么地方。底日就是在这个地方，哎，也可以说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向着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哎，也可以方向，只是方向的。月是什么呢？就是送，就是搬运，这个运送、运输啊，这个就是送，你就记个送就行。起，这就是那个叫起始句的语气词，在句子最后就是请你做什么，你让你做什么，哎，就是这个。
说请，或者是这个地方看来不是请了，这个看不出来哈，他这个口气啊，有时候就是客气的，有时候就是命令的，看不出来，就是用这个词来翻，就是说，请把我的饭送到这个地方来，就这个意思。我的饭，请送到这个地方来，或者说命令他，你把我的饭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就是一个地点，他用了敌来这个代表，咱们也读一下啊。打给菜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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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日月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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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边一句。却敌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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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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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你，敌是这儿，乃是从格，就是从这里。乃不是有一个最常用的说是在什么之后啊？这个以后，它还一个意思是从格，就是你从这儿。宋是走，系又是那个祈使句，就是命令语气或者是祈使语气、请求语气，就是这儿看来是个命令语气，就是说你从这儿走吧，也不见得命令，也许是这个友好的这个说话啊。却敌内送喜，却敌内送喜，却敌内送喜，却敌内送喜。你从这儿走吧，这是都是练习这个指代词，就是一个敌一个提，下边这一句呢，这个长一点，好，好，停一下，休息一下。好，咱们接着来啊。28页第5句，咱们来读啊，先读。卡昂巴，卡昂巴军都，卡昂巴军都。卡，咱们说过是鸟，这是那个做的未来时，动词的话是做的未来时，名词呢就是鸟，所有的鸟类，鸟类的一个通称。卡，昂巴。昂巴是其中的一种鸟，是什么鸟呢？野鸭子、鹅、大雁，在这个地方啊，好像是指的大雁啊，对，它下边译的是大雁。卡昂巴就是大雁这种鸟，这只鸟就是也是一个同位词组。军都扑日行，军都扑日行。均是一切，普遍，都有那个意思。均度呢成了一个状语，就是这个度就是那个土野地了，成了一个状语，就是什么呢？普遍的，就是一切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这个大雁就是四方到处的干什么呢？扑日。扑日是什么呢？就是飞，就是鸟飞翔的飞。这个大雁呢，四面八方的呀，到处的去飞。行是和，它飞干什么呢？还另外的动作，同时的动作啊，缺吧来，缺吧来。先看后边这个缺蛙呢是一个动词，就是什么呢？寻找，就是找。寻找，引申义就是追求，它实际就是那个找东西的找，然后引申义是追求，那就是这就带有抽象色彩了，然后这个缺蛙呢是这个寻找，然后它为什么要缺蛙呢？重复一遍呢，就是说找啊找，就是那个意思，跟咱们汉语一样，找啊找，就是这个大雁呢到处的飞啊，它找啊找。来是什么呢？来是这个从格，就是从这个情况出发，从这种状态下，从这种情况，发生了下边的事儿。实际上这个来呢，就是在意义上翻译的时候呢，就可以翻译成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说，在这个大雁呢到处的飞呀，找啊找，就什么它找啊找，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发生了下边的事儿。给灭菜，
给灭菜。这个菜是林园，这个就是长满植物的这个园的林园，也有这个蔬菜的意思，也有一些其他的意思，主要是林园。这个林园呢是这个人为的林园，就是人种的这种林园。地是生灭的生，出现升起的升，发生的生，跟那个咱们平常用的那个生灭的生呢，那个是两个词。它这个生呢带有这个发生、扩大、发展，带有那个意思。这个灭呢，这个词儿是这个信解，就是信仰的那个信解。这个是个抽象的用词，这三个词凑在一起呢，是另外一个意思，是这个就是跟这个好像，跟这个词的本意啊，那个很难联系了。是什么呢？就是园林，给灭菜就是花园、园子，人为造的这种园林。这是一个词组，这是一个词，给灭菜，铁呢？给bü盖茶呢？给灭菜铁呢？给bü盖茶呢？说这个给灭菜这是林园，铁是指代词，这个他们俩呢就组成了一个同位词组，他们俩跟了一个虚词是拿，就是在余格，在那个园子里头。在那个园子里头，给部是王子，这个王子是谁呢？就是咱们前边曾经学过一句话，他可能是跟他哥哥，可能是他哥哥就是那个提婆达多的一个前生转世，他跟他哥哥他们到一个远处地方去啊，他哥哥把他两个眼睛给弄瞎了，就把他扔在那不管，他哥哥跑回来了。对，然后那个他呢就拿着一个乐器啊，反正就要着饭往回走。结果回来那个牛去舔他眼睛，就是这个王子呢，后来他的哥哥回来了，他弟弟没回来啊，那些周围的那些那个人都想念他呀，他好啊，所以这个大雁呢就到处去找他，结果呢找着了，这是那个大雁。给bü就是那个国王王子的盖，就王子的话，王子的声，实际上这儿就是指王子的声音了。茶是什么呢？就是发出声音，出声。他你看他有意思，出声跟听见一个意思，出声就是听见，听见了就是出声，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出声或者是听见了。那也就是之后，就是在那个园子里头，这个听见了王子的声音之后，或者是王子出生了之后，这个大雁听见了王子的声音之后，개를 뽑되 대又是那，然又是一个余格，在那个地方，这个那是指任何事物，这个地方呢就是指那个园子，在那个地方呢，pop是降落落下来，降落，到达，这个下车，这些意思。개를 뽑되就是在那降落下来。这个 day 呢是一个就是语间的停顿，一个这个逗号或者是什么，就是停顿一下。这么一降落，在这一降落呢，然后呢 day 呢 day 呢，你看这个 day 啊，现在啊是一个典型的过去时。咱们说过，它正中间是搭不是看吗？搭，然后如果给这个搭广加一个前边加个爬是什么时？将来时。未来时，未来时。然后再给后边加个仨，过去时最长，前加爬后加仨是过去时。把这个前边的爬去了，广加后边一个仨呀，一般是命令式，有时候命令式啊还有一些其他变化，加个哪若啊什么，然后什么都不加就是现在时。你看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变化，所以这个呢一看呢很典型，这是一个过去式，看的过去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又是一个余格，这个余格是什么余了呢？是时间余格，就是
他往那个园子里头一落下，这么一看啊，这么一看，就在这个看的时候呢，哎，后边又接着发生事情。说他往那个园子里头一落，然后这么一看，哎，看完了，就是在看的时候呢，后边给不提呢，给不提呢，王子提是那里，哪又是地点语格，王子在那儿，王子在那儿。前边注意，他只是听见王子的声音了，他在空中飞着呀，听见王子的声音在那个园子里头，他就往那儿落，落下之后他才看到王子的人，所以说呢，他往那儿一看，哦，原来王子就在那儿，哎，在那儿干什么呢？是这个独巴汤切斗，独咱们也学过，独是存在，就是坐在那儿、待在那儿、居住在那儿、存在，虚词就是存在。哎，他一看呢，王子就在那儿呢，待着，哎，王子或者在那坐着，反正就存在在那儿。读吧，一般是这个坐着，哎，王子在那坐着。堂是和，拆也学过，拆是什么呀？他那个米拉日巴想跟母亲再见一面，结果呢，因为有敌人就赶紧跑了。拆就是那个见面，就是会合见面。你看这个王子呢在那坐着，就见面了，就见面了。这个大雁跟王子就联系上了。整个句子意思因为比较长，咱们再连一遍啊。强昂巴那个这个大雁这个鸟啊，滚度扑日行就是到处的飞啊，行是连词，就是飞的或者后边连跟它同时的动作呀，或者它的目的呀，反正就是联系。这儿呢就是连上它的目的了，飞干什么呢？飞着就是找啊找，就在这种情况下，哎，来从这种情况下呢，结果呢，给没猜题呢，在那个园子里头，别不给查内，王子的声音呢听见了王子的声音，听见王子声音之后呢，忒是破不得，就往那个地方呢，他一降落下来，这呢就这么一看的时候，这个拿是时间语格，这么一看的时候呢，哦。给不提呢是王子在那儿，独吧是坐着啊，王子在那儿坐着了，躺拆多就这么呢就降。所以这个躺啊，有时候是和的意思，有时候呢也就是一个这个连词，就是说跟那个来的作用差不多，就是他那么一看啊，王子在那儿坐着，哎，两个人就见了面，哎，就起这么一个连续把动词都连起来的作用。咱们再读一读这个句子啊，强昂吧。滚度扑日行，缺瓦来，强昂巴滚度扑日行，缺瓦来，给没猜题呢，给必盖茶呢，给必盖茶呢，忒日破的，忒日破的。忒日破的在哪？忒日破的在哪？给不提呢？给不提呢？独把汤拆多，独把汤拆多。好，有一句，再接着来啊，看看今天能学多少。只在时间时。过去和未来用原指，现在用近指。那现在最近了，就当下用近指。咱们看啊，那您给罗，提了。那您呢，就是这个过去的，提是的，罗是年，过去那一年。后边就是年的那个指代词，它俩是那个同位语，就是前边呢是定语，不管它罗，这是指一个主要的词，忒就是指这个罗，就是那一年，拉就是在这一年中，所以呢就是在过去的那一年里，或者在过去的那个去年的时候，哎，就是在过去那一年里，这个罗跟忒呢指代互相都是这个一个位置。就是说，把这个也可以去掉，直接把那个罗，这个啊，直接这个读起来就不顺了啊。前边一个定语，然后紧接着拉不顺，所以它就忒了。停顿一下，那您给罗忒了，
那您给罗提了，那您给罗提了，那您给罗提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是用这个过去和未来呢都用原指，因为不是现在都用原指，都用提，现在就用敌。咱们看下边一个，桑因尼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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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就是明天，咱们前个学过，桑就是那个提一桑，那个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桑就是明天。您呢是这个，你看后边你妈，咱们先说你妈，你妈呢这个一个是太阳是吧？咱们学过太阳，再一个就是指日，就是日子，就是某一天，哎，某一天。这个您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你妈的一个一个缩写式的一个，您就是一天，不过它也指白天白昼，就是一个白天，哎，这样的一天，就是有太阳的那样的那一天，12小时。桑您就是这个明天了，哎，明天您就是指的白昼嘛，就是白天，哎，一白天，明天白天。你莫还是太阳，哎，这个夏尔维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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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尔瓦是升起来的图时候，在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提日着，这个提呢，现在不指地点了，指时间了。提那个时间，什么时间呢？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时间，然就是时间语格了。在那个时候呢，着走，那个时候咱们出发，就是句尾。你看提跟提，这又是一个同位这个关系，就是这其实不能算同位关系，就是它就是指的它就是指的那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太阳升起来的时间，哎，在那个时间呢，咱们走。前后两部分读一下啊。桑因尼莫夏维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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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日着，这又是未来的时候呢也用提，过去也用提，下边它就是现在了。说塔德罗，迪日，塔达就是现在，哎，塔达就是现在，达咱们不是说嘛，看就是那个样子，这样什么，哎，这就是现在塔达，加上现在的罗年，现在的年就是这一年，敌日就是敌加上那个这也算时间语格了，就是在现在这一年里，哎，在现在这一年里。现在时呢就用敌，过去时、未来时就用提。为了说举这么个例子，塔德罗迪日，然后又举一个例子说，上下文的时候呢，上文用原指，下文用近指。这个咱们在读心经啊的句子里头都已经碰到过这种情况了。提盖一定是指的上，前边说过的；底盖是指的还没说的，是指的下边的。翻过来啊，给军给善士，还是那个善士太子，这跟前边是一个人。打给错儿，忍包切人度，七日弄西，借麦所，打给错儿，再来一遍啊，打给错儿。人包切人度，七日弄西，借麦所。善士太子是主语，借麦所，麦是说，善士太子说了，哎，说了什么呢？借就是说了所谓的前边的话，哎，借是所谓，就是所说的前边的，说了所说了这样的话，什么话呢？从这个借前边就是引号，从答开始。他说呀，答就是我，亚错儿就是要到这个大海里，仁波切宝贝，人度取，图是这个这个目的，那个目的有一个叫为格是吧？哎，就是这个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去大海里取宝。七就是走，
其实就是走。这个去或者走，去大海里头取宝贝，我去大海里头取宝贝，这是这一句。农是什么呢？农是这个农是这个一个敬语，基本的含义是给，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比如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人物给别人东西，用的词儿，你看这个字典就用颁发、赠予、赐予，实际上就是个给的意思，只不过一用敬语呢，汉语也用了敬语，他一给就成了颁发、赠予、赐予了，就是给，就是这个敬语的给，就是还有一个意思是办理，做什么事儿，就是这个尊重的人呐，他办理什么，做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名词呢，做名词的时候呢，有这个什么呢？就是准许、批准了，这个意思，叫听许、开许、允许、准许，就是有准许的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取了它这个准许的意思。习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叫祈使句的语气词，就是请或者是让他干什么，就是请准许我到大海里头去取宝。这地方就是这个动词了，也就是请批准我，请允许我，这个去大海里头取宝。这善思太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完了之后呢，后边看啊，黑帕妹，他的父母，又加上句格做主语了。听完他是太子说这句话呢，他就是指太子了。他的父母要做动作了，他的父母成了下一句话的主语。他的父母怎么着呢？推盖姐妹吧，确呢，动词在这儿，在确。他的父母呢，确听见，他的父母听见什么呢？在前边这儿，听见推盖姐妹吧，就是推盖是那些话。借麦把是借是所谓的，麦把是说的，听见说了那些话，之后，他的父母听见，这个说了那些话之后，说了上面那句话之后，然后怎么着呢 ？come 很简单，就是晕倒、昏倒、晕了，就咱们说。这个懵了、晕了，就是昏倒了，这就是一个停顿。他的父母在听了上边那些话之后呢，晕了。这儿啊，这就是注意啊，说他这个词儿用的是昏倒了，实际上没昏倒。要真昏倒了，他后边就没法说话了。就是用的就是这个词儿，就是一听这话呢就晕了，就完了，就跟咱们说的那个说话说的狠了一点，晕倒了，晕倒了之后呢，后边普拉底盖借麦索，他父母听到之后呢，就晕倒了，晕倒了呢，还这个普拉对儿子底盖这些话，注意这些话一定是在后边，就是一定不是在前边，在前边一说指前边的话，这就远了，你就得说已经说过的话就得推盖。这一说这些话就是指后边，底盖借麦索，后边呢就要这个说这个下边的话。这个全句也串一下啊，给丁给注意。借麦索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打给做人包切人都。其实，我要去这个大海里头取宝，东西，请你准许，请你批准，请你准许我到大海里去取宝。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以怕妹，他的父母呢，推盖借麦吧，推盖就是指上边那些话。他的父母呢，听见了上边说的那些话之后呢，看的一下就晕了，一下就这实际上就是精神上就垮了。然后呢，普拉底盖姐妹说，对儿子就说了下边的一些话。咱们来再读一下啊。给丁给打给村儿
rinpoche 렌도 rinpoche 렌도 칠농시 칠농시 제매소 제매소 대파매 대파매 대개제 매바 대개제 매바 퇴내 캄데 퇴내 캄데婆底盖姐妹说，婆拉底盖姐妹说，再来一遍啊！给丁给打点村儿，给丁给打点村儿，人包起人都七日弄西，人包起人都七日弄西，姐妹说，姐妹说，黑怕麦底盖，黑怕麦底盖，我读错了，黑怕麦底盖姐妹吧，黑怕麦底盖姐妹吧，再来一遍啊！黑怕麦底盖姐妹吧。黑怕麦底盖姐妹吧，贴内看的，贴内看的，婆拉底盖姐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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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语法很简单了，就是贴盖就指的上边的话，底盖指的下边的话。接着来啊，不定值代词，不定值代词就是某一个啊。就是这三个记习系，咱们刚才讲过，这三个同时，这是一个字，它就是看这个前面的那个字母是什么来决定跟什么。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祈使句的这个语气词，哎，就是说请你干什么，命令你干什么，也是这个的。咱们来看一下它怎么跟啊。说他们这个词呢，在名词后做定义时表不定值，就是某一个，它受前音节后加字的制约。注意，前音节后加字为卡塔爬和塔扎，塔扎现在已经取消了。现在塔扎，想一下啊，这个卡塔爬，就是最后一个字是卡塔爬的，用记。然后呢，中间这个比较用的多，先不管它。最后一句啊，最后一个字为撒的用细。哎。除了这两种情况，剩下的呢都用习义，就是这么个规矩。所以那个最多的你不用记，就记前后这两个，就是卡塔爬用记，撒就用习，这个最好记，就是1对1，剩下的都用习义。咱们来读一下它配的这些词儿啊 ，kim 大吉 ，kim 大吉，你看上来是最后一个后加字是卡，所以它用记。就是某一个，注意 kim 大，这个 kim 大什么意思呢？第一个 kim 就是家，就是咱们这个家庭啊家，有时候指那个妻妾。如果不带那个麻呢，光那个 ki 是狗，咱们在那个拼音教材上学过，就是不带麻是狗，这个狗跟家很有关系的啊。一般家里头那个古代家里头都养一条狗，咱们中国那个字儿的家字儿呢，底下那个雉啊是猪的意思，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古代都养猪，门里头弄个猪就是家。你看这也有这个组词的意义，有狗就是家，kim 是家，大是这个咱们那个大包是主人，这个大包是主人。然后这个平常如果不带其他的，就光这个大呢，就是刚才咱们学过的这个，就是自己。我在这个地方呢是取这个主人的意思，家的主人就是他的意思是长者。如果直接他这个字义呢，应该就是说家长、家主，家里的主人，就是这个意思。kim 大就是家长，就是这个家里头最主要的那个人。kim 大吉啊，我读错了啊 ，kim 大吉，这是一个疟疾，它那个鸡字是拿，但是拿字一加前加字上加字呢，它就变成那，在后边它一拉下来就读成去声了，所以是疟疾。疟是什么呢？疟就是容器，就是器皿。你比如说器世间，我们这个世间就好像一个容器一样，把我们有情都装起来了，就是这个疟，就是一个容器。容器的就是像盆子呀、碗啊，这都是容器，就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容器。另外它还有一个五脏六腑的腑，这个不常用，一般就是容器。疟疾就是某一个容器，
那就是不定值，什么容器都不一定，哪个是具体哪一个容器也不一定，就你拿一个容器某一个容器就完了。下边一个是 Kim Tubji，Kim就是那个家了，特咱们在拼音也学过，是灶，炉灶的灶，是洗蜜特给缸了，那个猫蹲在灶上，炉灶，一个家一个炉灶合起来是什么呢？夫妻俩，某对夫妇，Kim Tubji，某对夫妇。下边一个中西，这也学过，野牛，某头野牛，不是具体指的，就是讲故事。有一次我碰到了那么一头野牛，他不管它是具体是哪一头。您西，这是您不是那个白天嘛，一天，某天，在某一天。托姆西，某只狗熊。这都学过。Tiptishi，这也学过，史书。鱼喜，某地。达喜，某剑，这也是学过。你莫喜，某一天，某一天，某一日。曲喜，某一时，都是不定值，也跟那个说体育季呢差不多，在一时，就在一个时候，在一天，都是这个不定值的。下边说这个这解释那个意义，说不定值但是指某一任意的意思，这个咱们就不用给他念了下边直接学这个句子。咱们看推测，那个时候，那时，其实这个就属于不定值。那时就是我讲故事的那个时候有时候就是就是不定值了那时，于铁那，于是地方，铁是那个地方，那是余格，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谁知道他这个有没有定值的时间呢？有时候讲故事就一开始就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他这可能还是有具体这个背景的后边长塞是什么呀？婆罗门，这个可能印象比较深。一八间，这个注意，他后爬再读成哇，再有其他抵消了，他这个有其他，所以这俩完全失去作用，直接就读那个牙，因为上边一加前加字上加字，念成这个牙，念成一声了，牙。跟 K 固一，所以就只读一。然后如果单独读这个词呢，后边卡拉下来就读一，就这样来读。一八间是一个人的名字，一八是这个什么呢？是棍子、拐杖，一八间是具有，就是这个人呢有依仗，有依靠，有这个也是一个好名了谢恰瓦西。谢恰瓦西，读的。谢恰瓦是叫做，名为。西是不定值，有那么一个名字叫做一八间的婆罗门，这个有那么一个叫做一八间的婆罗门，有那么一个，读的就是咱们说了，就是存在，坐在那儿是具体的，存在是抽象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抽象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叫做一八间的婆罗门，这个读物就是存在那么一个，有那么一个，是一个抽象的词，不是指它具体的说坐在那儿、待在那儿。这就是一个句号，停顿一下。下边，日度于烹吧。热度于烹吧，这个热度咱们说过，热度是这个十分非常急，但是呢，它是比较带有褒义的，就是什么呢？
最高级、最上等、最好的、最圣的、殊胜的，这个就是最高级的、最上等的，有这个意思。于又是一个他后爬，所以呢，乌是这个跟后边拉呢读成于了，读成这个就是那个他后爬读成蛙啊，这个地方这个蛙还是起作用的，蛙读成一声，蛙不发音之后呢，保持了它这个一声，所以呢读于。于是什么呢？就是贫穷、穷困、贫乏，就是穷。烹巴也是穷，烹巴有短缺不足，然后呢也有穷的意思。这两个呀都是就是缺乏、短少、贫穷的意思。烹巴这就变成了名词，就成了这个人，就是一个穷人。于烹巴这就是穷人。这就是那个跟思想似的，穷加在一块儿。然后日度于烹巴什么意思呢？这个咱们刚才说了，它这个日度代表这个最高级、最上等的哈。它这个在这儿呢，你看它用在这个穷人身上啊，这个你来琢磨一下，最上等的穷人，不最穷啊，极穷啊。最下边穷最穷。对，他这个说是最上等、最高级、上等穷人，就是那个不是一般的穷，是这个意思，就是带有点讽刺意味的啊。因为婆罗门呢，一般都是这个，都是有声望、有那个什么的，都是最高等的嘛，四种姓是最高等的。现在他破落到这个属于家道中落啊，上等穷，这个就是非常穷。然后后边呢，注意看啊，萨瓦汤果瓦，萨瓦汤果瓦，萨瓦汤果瓦梅巴，萨瓦汤果瓦梅巴，萨瓦汤果瓦梅巴西果，萨瓦汤果瓦梅巴西果。萨瓦是吃，这是动词，然后变成名词萨瓦就是指吃的东西，食品。汤果瓦是这个穿和戴，穿戴。反正就是这个，主要意思就是穿戴，穿衣服。这个果瓦，如果果瓦是动词，果瓦，拿名词用，就是指穿的衣服，穿的东西。说吃的和穿的呢，没吧，这个倒干净，都没有，没吃没穿。其意是不定指，那么没吃没穿的那么一个人，这是一句话完了，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这个叫做伊巴坚的人，他是非常的穷，吃的穿的都没有习过，有这么样一个人啊，穷非常穷。下边接着来，体内，也可以读体内，把那个内读成那个轻声，体内就成了这个双音节词了。它因为那是一个之后嘛，那之后、此后、之后，其实也不见得是此后，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口气词。有那么一个人，然后呢，它就是一个不是真正指的说此后，因为前面也没发生什么事儿。提内这正确读法应该是提内，读成轻声。kim 大吉了，说这个，然后呢，发生什么情况呢 ？kim 大是这个他这译的什么呀？长者，他这译长者，可能啊，他这个 kim 大还指的就是一般的大户的这个主人了，好像有点身份的，可能是这意思啊。kim 大记了，记呢就是那个不定指代词，就是某一个长者，他不就是从某一个家长那里，拉是从他那里，就是在他那里都可以。有时候他理解啊，反正就是说，你说是在他那里，从他那里都可以。用的拉是所有拉丁的最基本的那个，它可以这个就代表一切那个拉丁的变化的形式，所以它可以是这个格那个格，它所有的格的可能都有，还不如那个就是具体的那个，有时候一具体化之后啊，只能用某几种格，不能用它一用这个拉呀，这所有的格都可以用。这个说此后呢，在某一个长者那儿干什么呢？啷喜涅，啷是公黄牛，爬是母黄牛，啷是公黄牛，喜又是一个不定指代词，它不管哪一头啊。涅是借东西的过去式，你看又是一个典型的过去式。
如果前后都不加，就是现在时。哎，捏哇就是现在时，就是借。还有一个意思是欺负人，这个两个意思。这个前后前加爬后加撒，典型的过去时就是借了，借了一头牛。整个句子咱们来这个串一下。说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叫伊巴坚的婆罗门，非常的穷，吃的穿的都没有。然后呢，他在某一个长者那里呢借了一头牛，就讲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伊巴坚就开始倒霉了。借牛他是本来是你要吃饭啊，借牛你得种地啊，他有地他去耕地，结果是怎么牛也给跑了，是什么他去追牛什么怎么着，人家是追他呀，反正他又逃跑，就是犯了很多错误。结果逃跑呢，他跳墙，一跳墙呢，把人家一个那边墙那边玩的一个孩子给砸死了。所以呢，一把剑打给普一个钱给塞到，一把剑杀了我的儿子，那个妇女去告国王，告他状去了。这个人很有意思。咱们来再读一遍这个句子啊。提菜于田那，提菜于田那，长塞一把剑，长塞一把剑，谢恰瓦西读的。谢恰瓦西读的，热度于喷吧，热度于喷吧，萨瓦汤果瓦没把西瓜，萨瓦汤果瓦没把西瓜。你看这句话到这儿啊才完，这是一句话。那个中间停顿的，那是中间的一个停顿。说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中间一大堆，哎，这是完整一句话。体内 kim 大记了，体内 kim 大记了，体内 kim 大记了，朗西涅，再来，下边是给包铁了，给包是国王，铁是那个国王。有时候他也不是就是指那个国王，就是为了后边加一个这个格，那个格助词，他就要用一个代词，这样说的好说。就是说，在这个国王那儿，或者是到国王那儿，冲着国王那儿，向国王那儿，这是一个就是地点余格呀，或者什么。看啊，给包铁那样。就是也，祛魅，这是一个名词，妇女，就是妇女，就是女人。这个意思呢，这个祛是这个分离、分开、分离的意思，祛。没有分开，所以这个不好这个讲意思，你就找这个就是帮助记忆的那个，你就找各种方法啊。没有分开啊，老在一块儿，就是女人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自己来想办法记吧。祛魅就是这个妇女，女人。妮西，祛魅妮西，妮是二，西是某两个，有那么两个女人，然后呢，普济了倔，普是儿子，济是一个儿子，拿是这个就是叶格，就是宾语。谁的宾语呢？倔是什么呢？就是争论、争辩，吵架、打官司、纠纷，就是反正就是最基本含义就是争论、争辩。有这个辩论，有时候也可以叫倔，争辩，这个争执啊，这些意思。咱们前边碰到过一次这个倔，为什么事争执？现在是为什么事争执呢？说到那个国王这儿，也到那个国王这儿呀。那前边还有其他的事到国王这儿，现在呢又有这么一个事到国王这儿，也到国王这儿。什么事呢？两个妇女为了一个儿子争，什么意思呢？这个故事好像各个国家都有似的，就是俩妇女到国王这儿说这个儿子都说那儿子是他的，然后这一个妇女就说我是把儿子是
好像我想是怎么着，反正就是都说是他的。然后国王最后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你们俩拽，看谁劲儿大，你们一个人拽一胳膊，谁劲儿大谁拽到谁那就算谁的。让他俩就拽，结果一拽这孩子就哭了，就叫啊，最后有一个妇女就松手了，然后国王就把这个孩子呢就判给那个妇女了，就是他是他亲生儿子呀，他舍不得拽，那个呢就是狠着心的拽，所以呢就看出来是谁的儿子了，就这个故事。咱们也来读一遍啊。给包铁那样，给包铁那样，皮妹尼西，皮妹尼西，普济了卷，普济了卷。下边这就是到大海取宝的事了啊。不过我也不记得完全准确啊，是不是大海？我记得是到大海取宝，反正是取宝的事儿。咱们看取宝怎么取啊？多借军给，多借军给，多借是金刚，金刚这个，你看咱们说过，夺是石头，节是这个突出的，头领袖，这个石头里头的这个最好的就是金刚。金刚的钧是什么呢？钧是那个杵，这个就是包括臼，就是那个咱们舂米的时候呢，有一个杵，有一个臼，把那个来舂米，这个是连杵带臼都叫钧，一般主要的是指那个杵，所以多借钧呢就是金刚杵，就是金刚杵是那个咱们见过那个照片啊什么那个很多的那个铜做的那个金刚杵。这是一个这个小法器了，给就是用这个金刚杵，锯格用这个金刚杵，用金刚杵干什么呢？这个卡尔给国，这个卡日是什么呢？卡日是这个城堡、碉堡、山寨，实际上它基本的意思是官家住处，这个。但是那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意思就是指城堡，喀日城堡，城堡的国，城堡的门，门咱们学过，说用金刚杵呢对这个城堡的门干什么呢？东西堂，这个咚是什么呢？就是敲打锤，就是这个动作，就是打锤敲，就是这个咚。你看这个还很形象的咚咚咚，就是敲打锤，用金刚杵去敲山寨的门，敲那个城堡的门。堂是后边的一个连词，表示后边就跟那个奈是一样，就是说你敲了之后怎么样，你后边还接着来。东西堂，囊内哈猫，囊是里头，奈是从格，从里头呢。从这你敲那个门，从门里头呢，哈是天人，摸是女的，就是天女，他这译的是仙女啊。阿布加西是五，俩是百，500，西是某500，就是不定值，反正就是有500个仙女呢。从那个里头有500个仙女干什么呢？梭内忍波切，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各自，就是个别的各自的各内又是一个从，就这500仙女呢，每一个各个的呢都从这个500仙女这个各个的人都从他们这儿呢是怎么着呢？忍波切拓的，忍波切是宝贝，拓是拿着执持。咱们那个前面有一句是这个为了看舞蹈呢，持灯，就是拓，就是拿着举着端着，就这意思。这个忍波切拓的就是拖着拿着，反正端着这个宝贝干什么呢？比度翁奥，比喻是也学过，是奉献贡献，
奉上，哎，这个给那个上师献金子，给师母上献金子，哎，都是用的比喻，这是一个敬语。比度就是这个，这是位格了，因为后边还有一个动词是翁哦，翁是什么呢？翁就是来，往自己这个方向来，翁就是来，就是往自己这个方向走过来，哎，来了，这个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奉上，就是献出，哎，献出什么呢？就前边这个说有500个仙女呢，各自都拖着这个宝贝啊过来献上，过来给你送过来了。忒拉哈摩，这个忒拉呢，可以理解2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忒拉就是在那个当中，在那个就是其中，就是那500仙女之中，也可以这是个具体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比较抽象的，就是什么呢？忒拉在前边这种情况下，在前边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拉也可以时间预歌嘛，在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哎，都可以。你根据那个就是句子的意思呢，你去理解去翻译。哎，忒拉这个忒拉经常用，哎，就是有可能具体指，也有可能指这个像那个谁他们韩老他们翻译就叫此中，经常用这个此中，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哈猫又是仙女儿，季干，哈猫季干，季是一个，第二个季就不是一个了，第二个季是不定指，就是某一个，干是也，说在这个时候呢，有某一个仙女呢，她也干什么呢？也是这个仁波切云波西，仁波切是宝贝，云波是形容词，是天蓝色的，蔚蓝色的，青蓝色的。单独这个云呐，这个有那个绿芽，这个就是这个嫩草，什么青草，有那个意思。它云波就是天蓝色的。这个天蓝色的宝贝，天蓝色一定是形容它前边那个东西。这个如果它要是形容后边的东西，它必须带那个的，哎，它不带的都是形容前边那个东西。仁波切就是那个蓝色的宝贝，习又是不定指，某一种蓝色的宝贝。拓星比度翁给，拿着某一种天蓝色的宝贝，这个某一个仙女呢，她也是拿着，这个也不是说别人也拿这个蓝的宝贝了，是说别人拿宝贝，她也拿着宝贝，但是她拿的宝贝是一种蓝色的宝贝。拓拿着，星是这个和，比度翁奥就是过来献上，过来奉献上。注意这个句子有一个第一次碰到的现象，就是最后一个 key。这个 key 呢，咱们讲过是句格，这个在这个句子最后用 key 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肯定的语气，就是一定会这样，一定是这样，表示肯定的语气。这是一个叫肯定语气词，这是一个一种用法，就是这个句格呀，在句子最后出现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肯定语气词。看最后边这句什么意思呢？说忒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那500仙女献那个宝贝的时候啊，肯定有那么一个仙女儿，她也来呢奉上，她这个也来什么？她呢拖着或者是拿着蓝色的宝贝也来奉上，哎，这是告诉那个取宝的人到那之后啊，会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取。咱们把这个整个意思再串一遍啊。我这丁给用金刚杵，开始给国东西堂，哎，这个东西的西是什么词啊？你们看，东西的西就是那个祈使句的语气词，就是请你用或者你就用，告诉他，就是祈使嘛，就是说让他，就是你就用那个金刚杵啊去敲那个山寨的门，哎，一打，然后呢，囊内从那个门里头呢就会出来这个500个仙女儿，各自呢拖着这个宝贝呢来奉上，过来奉上。这种情况下呢，一定会有一个仙女儿
他也拖着一个蓝色的宝贝呢，也来献上。哎，这样全句的意思，咱们来读一下啊。多谢敦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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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给国东西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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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囊内哈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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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不干西说说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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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波切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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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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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拉哈莫，特拉哈莫，叽叽干，叽叽干，特拉哈莫叽叽干，特拉哈莫叽叽干，仁波切云波仁波切云波西托连不起来算了，仁波切云波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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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行吕度翁给，托行吕度翁给，托行吕度翁给。托行吕度翁给。周老师读最后一个给的时候读的是 k， 就是表示这个就是单独读，不是读这个就是轻声，也不是读那个双音节词，不变那个卡，不变那个不松气。这样我估计他是为了强调这是一个就是肯定语气，红 k， 哎，就是这个强调它是单独来读出来的。好，再来，我看还剩多少？再来啊，咱们有时间就学，因为这个好像都比较简单，然后就是这个单词量跟建句子的数量了。疑问代词啊，就是有表人疑问的苏，哎，就是谁？这是问人的。表物的呢是记系，就是问什么。这个记系的习就是那个不定指，什么玩意儿啊？哎，三是表人物或处所的叫。这就是比较广了。扛就是什么？也可以表人，也可以表物，也可以表地方，也可以表好像时间什么，好像它反正就是这个扛是最广泛的，就是什么扛系，哎，这是可以好像一问一切的，代表一切的扛。表时间的是南，哎，什么时候？表数量的就是多问多少。图鸡张啊，不对，鸡张，起张，这个起本身就是个疑问词，鸡也是疑问词，都是问什么呀，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啊？哎，咱们是大概了。扛张，你看这个表多少的呀？除了那个图都带张，这个也有点特点啊，就是问多少、问数量的时候啊，经常用这个带张的。下边一个是表状态，就是什么样，怎么样的啊？金扎，哎，什么样子？直接就是像什么？起扎，扛扎，起单，起就是为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样啊？怎么样啊？哎，就是这个。第七个是表目的的，这个词儿后边这个词儿咱们见过啊，鸡肋，扛累，一看这个累就是目的，就是为什么，为了什么。最后一个是表原因的，记期日就是为了，记期日就是为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呀？哎，扛期日，为了什么呀？哎，为什么？跟上边那个稍微有点区别，上边那个就是问目的，你为什么干这件事啊？哎，下边这个呢问的广，为什么就是整个问原因，哎，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不一样的。下边是疑问代词的用法，咱们也来学几个句子啊。这个直接学句子，不用看它那个字啊，你一学句子自然就懂了。却苏引，你看，却是你，苏是谁？你是谁？就跟汉语似的，很简单。你谁是？哎，对，它只不过就是那个动宾倒置，哎，就是那个谓语跟宾语位置不一样，就慢慢就习惯了，就是看完主语就看最后那个动词，看谓语，谓语前边设计在那个是宾语，哎，却苏引，哎，它这就是思维习惯，它也有好处，先把这个问的问题提出来，
你谁是你是谁？哎，就是个思维习惯。康内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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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咱们说了，就是最广泛的，就是什么就代表什么，什么乃是从什么来？那当然就是从什么地方来了，就是指地方了。从什么地方来？从哪儿来？哎，下边整个句子读一遍啊。却苏印，却苏印，康内翁，康内翁。第二个句子，忒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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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什么？就这么简单。那是什么？哎，下边一个，迪哈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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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用咱们来想，可以这么理解了。一个是说，迪哈这个神记印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逻辑就有点不太通了。这个神是什么？那就是实际上也可以哈。这个神是什么神啊？那个，但是他这儿呢，就是成了什么呢？这个神，这是什么神啊？这样逻辑上呢，这个更顺一点，更通一点。但是理解上，就是理解的意思都是没问题的啊。这个神是什么神？这是什么神？哎，都是一回事儿。迪哈记，迪哈记，迪哈记，迪哈记。听周老师读的呢，他好像都是把那个问的那个词儿要这个强调，就是素音、记音，哎，他来强调问的这个词儿。这跟咱们汉语也是那个一样的。咱们问问题的时候也是强调问的那个什么，你这有多少啊？啊，你弄了多少啊？哎，那是谁呀？哎，也是一样一回事儿。下边一句。却底日记了翁，却底日记了翁，却底日记了翁，却底日记了翁。你底日到这里记了，为了什么？翁是来，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拉是就是那就叫为格，就是目的。哎，你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你为何到此？却底日记了翁，却底日记了翁，却底日记了翁，却底日记了翁。群记曰，群记曰，群记曰，群记曰。群是那个义了，那个明指的义是个说的话所指的义，指的境界。再一个就是事情，哎，工作啊，指很多具体的东西。这个地方就是事情，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哎，有什么事儿？你来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简单。却底日记了翁，却底日记了翁。群记曰，群记曰。哎，有什么事儿？下边一个，给包提麦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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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包提，这是同为词组，那个国王，哎，其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加那个仨就是句格，就是主语。他干什么呢？麦吧，说话。他说了这个下边的话。他说什么话呢？鱼给鱼蟹卡瓦尼，鱼给鱼蟹卡瓦尼，鱼给鱼蟹卡瓦尼，鱼给鱼蟹卡瓦尼。这个蟹卡瓦是叫做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鱼给鱼，鱼是地方，题是的，鱼是这个咱们讲过，但是不是那个不是拼音教材上学的词儿，咱们捎带着讲过。鱼是中间，中间这个中道中关键中道键，用这个也用这个鱼这个字儿。鱼是中间，说这个鱼给鱼叫做鱼给鱼的。鱼给鱼是什么呢？就是地方的中间，就是中途。这是如果是这可能是藏王问这个使者呀什么的事儿。中途，所谓中途，就是你说的叫做中途的这个东西，那你就是一个停顿，就是一个强调。叫做中途的这个东西呢，扛，就是什么呀？叫做中途的这是什么地方啊？哎，它肯定是一个地方了，这在什么地方啊？是在哪儿啊？这个意思。问关于中途的情况，
叫做中土的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它在哪儿啊？哎，就是扛。在下边一句，予给予给明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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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谢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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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予给予就是中土地方的中间啊，中土。中土的名字呢？这个中土这个地方的名字呢？记谢卡。谢卡又是叫做记是什么？中土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中土叫什么名呢？这个中土第一句是问这个中土在什么地方啊？和扛这个实际上含的含义很多，它这翻成说是我看翻成是为何处啊，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它这个包含就是说这个中土是怎么回事啊？说这个中土的名叫什么名啊？哎，问了这么两个问题，咱们来读一下。给包提麦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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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给予谢卡瓦尼。予给予谢卡瓦尼。予给予谢卡瓦尼扛。予给予谢卡瓦尼扛。予下边一句啊，予给予给明呢？予给予给明呢？记谢卡。记谢卡。予给予给明呢？予给予给明呢？记谢卡。记谢卡。看看时间，好，再来一句。因为这个句子也比较简单。下边一句啊，说缺了雨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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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是你，拉是对你，冲着你。雨蜜不加撒的话，雨蜜咱们好像学过，雨是地方，蜜是人，这个地方人就是当地人，学过这个单词学过，当地人，哎，雨蜜就是当地人，加上撒就是他做主语，他雨蜜做主语。这个当地人对你，然后后边啊，赌波金扎。赌波金扎。赌波金扎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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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波这个词儿是，如果做名词就是伤害、损害、伤害。做名词很简单，要是做这个动词呢，它有两个意思。如果做形容词呢，也比较简单。形容词就是困难、苦头、痛苦、坏、不好，反正就是都是不好的东西。哎，做形容词就是也是一个不好的形容词。但是做动词的时候呢，这个词儿很奇怪，它两个意思，一个是喜爱、喜欢，一个是悲苦。我刚才说漏了，做形容词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一个表示美丽，一个表示恶劣。那个周老师老说这个，说美跟坏呢，同时用一个词儿，哎，说那究竟是说它美丽还是说它坏啊？你得从那个句子里头去判断去。动词也是两个，一个是喜爱喜欢，一个是悲苦。所以就是说究竟是喜欢呢，还是这个痛苦呢，还是悲苦呢？你要是看这个句子的意思去判断去。这个词是个比较奇怪的词儿。不过咱们汉语里头也有一些这样的词儿的，就是既表示好的意思，也表示坏的意思。这个赌包在这儿呢，就是用的名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伤害，就是它那个名词伤害，这个是确切的。丁扎就是什么样的，怎样的伤害。一般咱们说了，形容词都是形容前边的，哎，怎样的伤害。当是一个常用词，当是什么意思呢？最基本意思是给，施舍。然后呢，有派出，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意思，就是派遣、派出、剖出、舍弃、释放、进行，有很多这个其他的意思了。基本含义就是两个，一个是给，就是施舍；一个就是派出，指派。这个地方呢，是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取的实际上是后边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派出，就是与你当地人对你发出了什么样的伤害？哎，理解成给也可以哈。
给你什么？给了你什么样的伤害？哎，他因为这个当这个词儿啊，很多他强调这个派遣、指使、派出，这个意思也比较多。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米拉日巴到那个上师那儿，之后呢，这个他学了他在家乡的情况，我现在记不清是第一个师傅还是后边那个真正的上师了。第一个他是那个外道嘛，问他把他家里的情况学了，然后他问说你的那个乡邻们是怎么迫害你的，怎么回事？问了这么一句话。克拉语密，赌包金扎当，哎，剩下吧，这讲太多了，好像也太紧张了，是吧？太多了，可能效果也不好。明天还有了，明天留一点吧。讲的太多了，效果也不好。学语言还是这个